2021年某日凌晨，尖沙咀某火鍋店，一班 14K 成員食得正嗨，多名新義安人馬突然殺入，雙方喺火鍋店入面展開激烈打鬥，令平靜多時嘅香港江湖重新拉開風雨大幕。呢場江湖遭遇戰背後，則係一連串江湖恩怨嘅來往報復，更係 14K 老炮豆腐榮同新義安霸王細 B 嘅隔代交鋒。豆腐榮同細 B 本無交集，作為江湖大佬，兩人早已功成身退，將舞台交俾徒子徒孫拼殺。豆腐榮係 14K 傳奇老炮，出自江湖黃埔軍校九江街惡人谷，同 14K 教父胡蘇勇、九江街話事人立章、罪惡大佬華喜等幫內元老交情頗深。活躍喺旺角嘅豆腐榮同 14K 超級大佬月華仔、旺角話事人大眼、14K 元老梁耀並稱旺角四大佬，江湖威望頗高。前毅字堆話事人胡蘇勇生前嘅最後一場壽宴，星和前坐館沙田咪舉辦嘅江湖大聚會，豆腐榮都係上座賓客。幾年前 14K 大圈話事人高 D 同 14K 聯盟召集人蕭華大打出手，最後雙方亦係喺豆腐榮壽宴上握手言和。當年呢兩位重量級猛人鬧翻，江湖幾乎冇人敢出手調停，但到咗豆腐榮呢度，高 D 同蕭華都不得不俾面。細 B 人稱尖東小霸王，係新義安80後新生代大佬，鼻梁上嘅金絲眼鏡係細 B 嘅標誌造型。細 B 早年跟隨尖東霸王泰龍嘅好兄弟牙大強出身，表面溫文爾雅，作風生猛激進。2009年8月4號，李泰龍被斬殺於尖東香格里拉酒店門口，泰龍喺自己地盤被對家做低，使得新義安丟晒架。尖沙咀亦一時群龍無首，細 B 臨危受命，成為尖東嘅話事人。接手後嘅細 B 行事亦越發高調起嚟，好快新一代尖東小霸王叫響江湖，同新義安老牌猛人高達、泰龍頭馬家輝並稱尖東三子。細 B 為人精明，交遊廣泛，先前過澳門撈到，同洗米華關係匪淺，亦被認為係新義安三代龍頭向展偉嘅頭馬。早年係吹雞搞事嘅先鋒人物，於港島夜市、尖沙咀鬧市、元朗屋村留下唔少江湖故事。細 B 嘅生意係喺尖沙咀開咗幾間藥房，以斤變兩嘅手法欺騙內地遊客，講好100蚊一斤嘅藥材，切片之後變成100蚊一兩，然後強迫遊客埋單。喺區內經營藥行嘅一名商人，準備租下海防道海港大藥房原鋪位，冇諗到惹到有份經營海港嘅細 B 唔滿。細 B 派人開車跟住對方落班，並撞佢嘅私家車，又派手下到對方店鋪滋擾，最後更疑勒索對方交出生意一半股份，否則會派手下斬佢。不僅對外強勢，對內亦係毫不留情。2018年，尖沙咀新義安同門內訌血案，細 B 同新義安觀塘猛人阿刁、將軍澳猛人少君矛盾升級，引爆一番江湖三國殺。起因於9月凌晨，一名將軍澳新義安小頭目嘅契女被兩名刀手追斬重傷，事件同早前兩班人喺尖沙咀一間酒吧爭執有關。其後被斬一方當晚到將軍澳景林村停車場燒車報復，共波及超過30台車。江湖人指呢件事乃尖沙咀細 B、觀塘阿刁、將軍澳少君三名話事人嘅派系鬥爭，涉及利益，最終演變斬人、縱火等罪，公然挑戰警方。隨後細 B 等人被警方扣留調查。本嚟豆腐榮同細 B 都已淡出江湖，豆腐榮將旗下事務交俾門生四眼 John、大文，細 B 則有門生樂文、阿七、波波城打前站。豆腐榮早年經營小巴生意，同新義安猛人細飛曾有江湖過節，不過同細 B 並無瓜葛。豆腐榮勢力活躍於旺角，細 B 活動範圍喺尖東，可以講井水不犯河水。咁兩方究竟係點樣拉扯起嚟嘅呢？事情要從1個月前講起。9月初嘅某日凌晨嘅深水埗，秋風微涼，新義安小頭目阿 B、14K 小頭目阿偉同一名廚師坐埋一齊。原嚟多年前三人係朋友同生意伙伴，廚師曾向阿 B 借過6萬蚊，後嚟廚師就玩起咗消失。阿 B 對此耿耿於懷，揾到廚師後重提還錢舊事，雙方發生爭執。阿 B 叫上數名手下對廚師一頓暴打，都係朋友何必呢？
喺旁邊勸交嘅阿偉亦挨咗阿 B 一個拳頭。隨後阿偉打電話搬嚟救兵，多名手下飛車趕到，阿 B 一方喺打鬥中吃虧後倉促逃離，阿偉一方窮追不捨，飛唔甩對手嘅阿 B 乾脆開車逃向警署求保護，驚慌之下仲撞壞咗警署鐵閘，追兵誓不罷休，雙方喺警署會合，並全數被阿 Sir 逮捕。江湖人打入警署，一時輿論譁然，阿 Sir 迅速發起黎庭掃穴行動，4日內300江湖人落網，多股江湖勢力受到重創。而作為事件主角阿 B 同阿偉身後嘅 boss 大佬細 B 同豆腐榮，自然成咗江湖關注嘅焦點。阿偉係豆腐榮門生大文手下，阿 B 則係細 B 門生阿七手下。事件過後，豆腐榮沉得住氣，一直冇發聲，細 B 則急於出山，向外界宣示自己並未受到影響，於是就有咗細 B 嘅中秋夜宴。中秋前夕，黃大仙樂富村某酒樓，久未露面嘅細 B 舉辦咗一場熱鬧嘅江湖夜宴，門生故舊、徒子徒孫100幾人到場。另外細 B 嘅江湖老友盛和前坐館 ETB 親自站台，為前段時間受驚嘅小弟馬仔撐場打氣。細 B 來回敬酒興致正高，突然眾多阿 Sir 入場，喺細 B 嘅中秋盛宴上淋咗一盆冷水，差啲一鑊熟，簡直太冇面啦！俾阿 Sir 教訓一餐出嚟，細 B 對住3位門生樂文、阿七、波波成大發脾氣，我哋嘅秘密集會點解會俾阿 Sir 知道？你哋點搞㗎？樂文企出嚟講，一定會俾大佬一個交代。樂文懷疑係阿七手下阿 B 之前得罪咗 14K 嘅人，係對方向阿 Sir 告嘅密，就派手下深入調查，並將目標鎖定豆腐榮嘅幾名部下。2個星期後嘅一日凌晨，樂文手下嚟到尖沙咀寶勒巷某火鍋店，包廂入面坐住5名有 14K 背景，據稱係豆腐榮手下嘅食客。飯局已經快到結束，幾人有講有笑，突然樓梯間腳步聲大作，10幾名黑漢呼呼拉拉殺咗上嚟，冇等對方反應過嚟，領頭猛人快步上手鎖喉，接住雙方發生混戰，氣勢洶洶嘅新義安人馬一哄而上，一度將 14K 成員逼到牆角，隨後 14K 嘅人發起絕地反擊，一把將火鍋台掀翻，幾人合力將新義安人馬推出門外，堆搭台凳塞住包廂正門。新義安嘅人則不斷嘗試從側翼屏風再度衝入嚟，一段驚心動魄嘅攻防追擊戰結束後，兩撥人馬消失喺茫茫夜色。等到阿 Sir 趕嚟，火鍋店只剩滿地狼藉，沉寂多時嘅江湖再度風聲鶴唳，惡氣未出盡，細 B 一方當然唔爽，自己嘅人被上門掃場，豆腐榮呢度更係一肚窩火，雙方再度引發江湖風雨。